好，我们要进到这个诗歌智慧书里面的第4卷了，叫做传道书啊。好，请看138页。好，但是要先给大家看一下，有2个字，它只是前后对调而已。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的感受是什么啊？虚空跟空虚，你觉得这2个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虚空好像是指宇宙整个空间都很虚空啊。空虚是一个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空的。虚空是整个大环境。空虚是指人生吗？空虚是指人生，那虚空？虚空是宇宙空间。宇宙是整个大宇宙。好，有没有其他的想法？空虚、虚空，因为有这个词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常常会出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空是指一个空间，空虚的空是指没有。没有。蛮有学问啊。非常好，就是同样的这个字，你看对调的时候，那个感受会不一样。空虚比较像是你外在的东西没有，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的，但是好像还有一点这个心里面，比如说像孤单，身边没有人，但是你不一定会觉得寂寞，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孤单，但是你不会觉得寂寞。虽然我身边没有人，但是我不会觉得寂寞。好，另外一种，把它转过来，虽然我身边有人，但是我的心是很寂寞的。了解那个意思吗？我身边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像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或是没有办法去抓到的东西。孤单，但是不孤独。对，好，孤单跟寂寞是不一样的。孤单是一个人，但是心里不见得会寂寞，对不对？可是寂寞是我身边可能有人，但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有交通跟来往。好，所以空虚跟虚空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意思。空虚比较像是什么？我身边都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只有我一个的那种感受。虚空是什么？我身边好像有很多的东西，可是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内心。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你可以想见虚空的虚空是什么？那个所罗门王他已经享受过所有的人间的荣华富贵，该有的太太也有了，该有的财富也有了，他是世界上搞不好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哦，而且他太太也有3000嫔妃。你知道后宫佳丽3000人，是他真的是叫做后宫佳丽3000人啊。可是你可以想见，他当时可能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跟程度的时候，可是他还是觉得虚空的虚空，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内心。那空虚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空虚可能就比较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反正我家徒四壁嘛，什么都没有东西的，那个叫空虚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箴言，为什么我们会特别讲虚空的虚空？因为这里面箴言里面常常提到这个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习的目的这里啊。他说，人若离开了神的日光之下，一切的事都是虚空，毫无意义。所以这个就是箴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的人生的最后的体悟。有人说这个是所罗门他的走到人生最末端的时候，他的人生体验。为什么会说他走到人生最末端？因为他这个初期很兴旺，上帝给他有充足的智慧，让他成为这个最有智慧的国王，然后可能收入也最多。刚刚提到了他嫔妃很多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他曾经有过在信仰上有
偏离了。偏离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为了他的太太们所以盖了很多在耶路撒冷城盖了很多的宫庙，为了满足什么？满足太太们的需要。他除了自己敬拜上帝盖了圣殿，他还满足他的太太的需要。他以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按照他的安排，都可以按照他的计划，全部都安排好了。可是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他发现什么都是虚空的。他没有抓到任何的东西，虽然他可能已经非常的有钱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作者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他说这是他晚年的时候的作品，所以其实他这个传道书感觉上比较有点负面。我们现在人不太喜欢负面这个词，好像感觉上他不是很积极，或者是很乐观的，或者是一个很这个往前冲的感觉，不是，他反而好像是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好像可以去探讨、探索或是去抓的，所以他好像整个对人生是一个很负面，或是一个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自己可以得到喜乐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到后来发现，其实人生最重要还是要去寻找到上帝，要不然他的人生都是没有办法有得到任何的满足。所以传道书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就是让人去看到人生当中，当你拥有这一切所有的时候，是否可以真的满足你的心。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来挑战人。你拥有这一切，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会满足？你是否真的会满足？所以像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那个医学家，同时又是一个神学家，这个叫巴斯卡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在心里留下一个空缺，只有上帝自己才可以填满它。意思就是人可能会赚得全世界，你可能拥有全世界的财富首富，但是恐怕你没有办法得到内心真正的满足。所以这个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要带来给这个人看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一代一代的循环，但是都没有办法能够叫做真正让人可以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139页，请看一下这个引言的地方，他提到说，这个人生一代又一代，毫无新鲜的事情让人生厌。所以这个已经聪明到他发现什么事情都是来来去去，然后都是一代接一代这样的循环。然后他劳碌追求，什么都觉得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那个动力了，已经觉得人生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中间的过程就请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个生死的问题，包括他觉得人生当中所有的人最公平的就是死亡。请看一下140页11的地方，140页的11这个11，死亡是众人同样的结局。他说，但不必去计较死亡，因为活着的人才有指望，应该在有生之年欢喜享受劳碌所得的，与妻子一同快活地过日子。虽然是很负面，不是很积极的，但是他最后还是留一点伏笔，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劳碌之后能够获得这个生活上的所需这个就是他认为大概就是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追求了。好，141页，这是他最后的劝勉。所以了解了空虚或是虚空了之后，他最后要讲的就是他以这个传道者的身份来告诉人，就是最后就是总归一句，就是要敬畏上帝，因为这是人的本分。所以请看这个第4劝勉的地方的第4，这个阿拉伯数字的4，他说以传道者的身份将智慧教训人。他说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不要老沉迷在书本中，要起而行，要敬畏上帝，这是人的本分。所以这是他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个传道书虽然看起来比较有点负面，但是它最终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人的本分，就是应当要敬畏上帝，对上帝有认识，就是他到人生末了的时候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好像是一个
做一个人生的总结，给他做一个结论。好，所以这样传道书就读完了。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个是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所写的内容。里面有一句话很好，但是不要把它拿来当做不想读书的借口啊。有一句话，12章的12节，传道书12章12节。看完之后会对自己有点安慰，说啊，这个读书的时候有点疲倦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不是叫我们不读书啊。传道书12章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传道书12章12节，一起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看这个作者多体贴，说书本是没有穷尽的，很多人一直会写书，新的书啊，但是读书太多会让人疲倦的啊，所以也不要一直都读书了，也是要起而行啊，也是要起而行。所以13节他说，这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所以他最后的总结就是这个啊，所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畏上帝，然后知道他的本分是什么。这个是传道书的内容。好，到这边可以吗？所以这个是这个所罗门在人生当中末了的时候的一个体验，人生的体验啊。所以要提到谈到人生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可以做一个引子，比如说让人去感受到人生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真正该去追求的。所以所罗门最后他就讲说，这个叫做总言，就是要敬畏上帝，这才是人生当中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啊。好，我们诗歌智慧书快讲完了，最后的诗歌智慧书142页。好，雅歌。好，雅歌的前面请大家写一下，这个叫做爱情歌舞剧。雅歌，请前面写一下爱情歌舞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那个，它那个名字不好写，叫《La La Land》，有一个歌舞剧，或者是，有一个类似像那个什么，爱情剧，然后用歌舞去做表演的。好，那这个就是雅歌。好，雅歌它用什么样去表达爱情？它用一个剧本来描写这个苏巴密女跟这个他的所爱的那个爱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上次在讲诗歌智慧书特别提到有一个词叫做思无邪，还记得吗？这个孔子特别在注诗经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这个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篇它的那个诗经里面所讲的诗，最终都不是在讲这个男女情爱的。他认为那个男女情爱不是那个诗经里面要讲的东西，他认为所有的思想都是要放在这个没有歪斜的情况下去思考的。所以古代华人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诗经》里面很多都是要讲一些有关跟你的长官或是你的君王或是这个你期待这个政治的一个美好的状态，也要活在一个没有那个没有其他这个什么别的小狐狸啊，或是一些会干扰你的那个状态里面。都是跟你的这个爱人可以一起，但是那个爱人通常都指的是
君王，都指的是国王，或是指的是这些的官长，所以这个叫司无邪。好，但是要跟大家先澄清一件事情，它该是什么就该给它归回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会说雅歌要叫做爱情歌舞剧？它本来就是在讲有关男女的情爱的部分，所以不必要特别去套用说这个叫做人跟上帝的关系。当然有很多人会把它放在说人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这个爱人那样的亲密，但是不必要特别去把它思想成这样。它本来就是在讲爱情歌舞剧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内容。但是这个作者，这个书的作者，他还是一样，就是希望把它拉回成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了，叫做基督心腹跟教会跟基督的爱慕的那个关系。好，那作者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但是背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各位知道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曾经有安排一个女孩子，就是成为他的暖暖包。对，好，那这个人叫疏密的女子但是没有特别写她的名字，叫疏密的女子。好，那就是当这个大卫的暖暖包，就是大卫在这个年老的时候手脚冰冷，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暖暖包，一个人给他取暖。但是圣经里面说大卫没有碰过他，可是谁曾经想要碰过他？就是那个后来要这个想要抢位置的一个这个所罗门的哥哥叫亚多尼亚，他曾经跟这个所罗门要求让这个这个疏密女子成为他的太太，可是后来被这个所罗门拒绝。那有人认为说，这个苏拉密女可能就是所罗门，其实他真正想要追求这个女孩子，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拒绝他哥哥的要求。其实是他自己真正想要去追这个女孩子。这个是有人这样研究，但是是不是真实的，这无法确定。那但是主角，请大家看一下142页。好，背景的地方，他说雅歌是所罗门的歌，叫做歌中之歌 ，Song of Songs， 它就是歌曲里面最好的那一首歌，就是颂赞爱情的。好，它这个戏剧的脚本里面描述什么？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的爱情。所以真正的主角就在这里所罗门王跟这个苏拉密女，他们在强调这个婚姻的忠贞，还有爱情的甜美这个才是这本书里面要讲的东西好，那贯穿的就是用对唱的方式，在第二段的地方，雅歌全书用男主角就是所罗门王他自己当男主角然后跟这个苏拉密女的对唱的形式来进行的。所以刚刚讲的，它就是一个歌舞剧它是一个歌舞剧。那当然讲到最后，还是希望说把它带回到信仰中这个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雅歌里面他所提到的。好，内容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赘述，但是至少知道这个苏拉密女，她本身她不是一个叫做富贵人家的家庭的女孩子，她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叫做农村的一个小姑娘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所罗门王扮演的这个男生的角色，其实他没有轻看这个女孩子，所以他还是跟她求婚，然后带她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宫殿类似像这样的故事所以当然他影射就是说上帝没有看我们是卑微的不好的，他仍然给我们有这样的尊荣他形容那个女孩子的美丽是美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这个女孩子她自己说，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是她可能是一个欧巴戴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子，但是她对自己的一个外貌还是有一些肯定的，就是像这样，然后婚姻的生活，然后最后的一个山盟海誓所以
雅歌书里面有2句常常会在婚礼里面会用到的这个经文啊，请大家看一下雅歌的第8章。雅歌的第8章，好，第6节到第7节，这个是常常会在婚礼里面会用到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雅歌第8章6到7节，请念一下6到7节，请念来。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是在婚礼里面最常会引用的2节的圣经啊，所以这里要说这个爱情如死之坚强啊，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这个在爱情当中会有一些的嫉妒啊，会有一些酸酸的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这个叫做这个恨意啊，这个也都是在爱情当中会出现的。甚至他说，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这个当然就是很单纯的那个爱情啊，跟现在的那个婚姻观跟爱情观比较不一样。现在都是这个最少要月薪要10万以上才可以这个跟人家交往啊，或者是要求要有房有车。但是那个其实都是太多的物质性的要求，没有单纯的回到那个单纯的爱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雅歌给我们看到单纯的那个爱，不是因为金钱或是物质是去换来的。这个当然是雅歌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爱情的。好，到这边可以吗？好，感谢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先知书里面啊。好，先知书里面，请大家知道一下先知的定义，跟我们在这个一般人对先知的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对先知的了解都是会认为说他应该是会预测或是讲到未来的事情，但是旧约里面的先知，它的定义比较不是这样。旧约里面的先知讲的是忠实、传递上帝话语的人，跟我们现在讲的认识的先知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知大部分都会预测说比如说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像那个最近一个很有名的印度的一个叫神童，他们会预测说这个好像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表达的是什么？是忠实的传递上帝话语的人，这个叫先知。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45页，在旧约里面，第一个比较像是真正被认可或认定的这个先知的角色，当然就是摩西了。摩西，上帝直接对他说话，然后由摩西转达上帝的话语对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具有这个先知的角色。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话语，然后再对这个百姓来传讲。那当然，除了摩西以外，还有被称为先知的也有好几位比如说像亚伯拉罕也曾经被称为先知，这个在创世纪20章第7节就有提到亚伯拉罕。
还有约瑟，约瑟也会解梦，类似像这个。所以在旧约里面，有的没有写书，但是他会解梦，会讲出一些这个上帝所说的话的这些人，都是称为先知。好，那但是也有2合1或3合1啊，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第2段的地方，先知由神个别选召，且直接由神那里接受任命，领受圣灵，所以有圣灵充满的这个人，他才能够讲上帝的话。然后先知是神从各个职业中去挑选的，所以不一定他是要一个什么样特别的职业，他可能从不同的职业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有是那个当农夫的或者是他可能是一般的那个就是平民百姓素人，也有可能是就是当先知的。比如说那个阿摩斯，他就是一个农夫，他就是一个农人但是他被选召成为先知。那当然也有祭司身兼先知的角色，比如说像耶利米或是以西结，这些人都是先知跟祭司是合并的。祭司比较像是带领会众敬拜的，先知比较像是提醒者的角色好，那摩西也是先知跟祭司是兼任的。那有3个角色一起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比较多出现的，就是这个撒母耳，他是士师，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也拥有3个身份跟角色，他同时是先知，是祭司，还有君王的角色。通常具有这3个一起的。比如说，基督才具有这3个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好，145页下面，请大家看一下最后一行。圣经中，先知书的作者通常叫做著作先知或是著书先知。就是他有写作品或是写书的这些人才叫做著书先知好，然后146页，没有写书，但是他可能有被记录下一些话语或者是他的行动的这个叫行动先知。或是他这里叫做口传的，就是他没有写书，他没有写书的先知像旧约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以利亚、以利沙，这个都是叫做没有写书的。好，那写书的先知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5个大先知，还有12个小先知，这个叫做著书的先知，或是著作先知。好，所以146页下面，请大家看一下先知书的分类，按篇幅。所以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开头的时候讲过，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知道吗？篇幅比较长，然后内容比较广然后这个范围比较广这个内容比较长的先知，这个叫做大先知范围比较大就当大先知国家比较多了他讲的国家比较多。好，那小先知就是范围比较小，内容比较少，比较短那比较针对某一个事情的先知书叫做小先知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复习一下146页，大先知共有5卷好，我们来念一下大先知，从以赛亚、
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啊，这个叫大先知书。但是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同一个作者啊。好，小先知有12卷，何西阿、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啊，这个是12个小先知，所以这个就是总共先知书有17卷，5卷大先知，12卷小先知。好，147页，他有帮我们画了一个年代表，就是它是什么年代的啊？他讲的对象是哪一些国家？还有信息是什么？他已经做了一个表，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对照，就是哪一个先知他大概讲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对象是哪些人？所以各位会看到这个排列不像我们在这个先知书里面的排列，有没有？你看它第一卷叫做俄巴底亚书，对不对？就是先知书的那个时代的前后，所以最早的先知书应该是这个俄巴底亚这个人他所写的啊。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148页，请看一下这个有图表就比较好辨识啊。在什么年代，哪一个国王或是谁，哪一个先知，在什么时间，这里上面都有写，所以我们就不特别细讲了。啊，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在这个图表上面就知道它是大概在哪一个国王的时期，然后它的这个哪一些先知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概内容就在这个地方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进到第一个先知啊，叫以赛亚，第一本先知书，请大家看一下149页。好，以赛亚先知，请看一下这个作者，那就是以赛亚。好，但是要请大家，在上面写啊，在上面写。第一、第二、第三，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有的书里面，或是注释书里面，或者是有的圣经学者会把以赛亚书里面拆成3个部分，就是意思就是同样叫以赛亚的这个人，他可能就写了共同编成这个以赛亚书，所以他把它拆成以赛亚。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把以赛亚书拆成3个部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就是意思就是同样叫做以赛亚这个人，但是他有可能是同名，但是不同人。好，那可能这个以赛亚书它是由3个不同的以赛亚去写出来的，这个只是叫做可能，所以上面一样标一下，这个叫可能就好了。这个是圣经学者从里面去把它分类出来的，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注释书，或者是有一些内容里面写，它可能是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或是第三以赛亚写的内容。但是原则上，我们是相信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他是在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王的这个在位的4个王的时候，他所在位的一个先知啊。好，请看一下149页。好，作者叫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所以他是官方的人啊。
所以他的服务时间蛮长的。这个先知还蛮长寿的，他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蒙召做先知，那曾经辅佐过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4个国王，将近60年的时间，所以可见他应该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先知啊。然后这个，当然这个都是猜测，有人说他有可能就是超过100岁，然后死的时候是被这个马拿西这个国王给杀死的，也许有可能不知道，但是无法去找到这个部分的资料，只能够知道说这个是叫以赛亚这个先知所写的书。好，请看一下150页。在以赛亚的时期，其实犹大国还没有被灭啊，所以只有北国被灭掉。请看一下，在第2段的地方，他说：“因着神的启示，以赛亚预言，北国跟南国将分别亡于亚述跟巴比伦。”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以赛亚的启示，就是让他知道说，后来这个国家会灭亡，然后是谁把他们给灭掉的。那也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得罪上帝，所以上帝透过这个亚述跟巴比伦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福音书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都会引用以赛亚书来做这里面的内容啊，所以像马太福音特别喜欢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内容。请看一下，我们先翻到这个以赛亚书。好，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我们这个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引用到的。马太福音也用过这个。好，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第13节到14节。以赛亚7章13到14节，一起念一下13、14节，一起念来。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起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这边啊，好，所以这个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知道这个谁引用过吗？马太福音有没有？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们从罪里救出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以赛亚的时期到耶稣的时期差距将近500年的时间。所以，也就是在耶稣出生前500年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耶稣将要降生，而且他要是童女怀孕生子啊。好，还有包括耶稣是怎么死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就是这里面提到说，这个上帝的仆人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好，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3章，这个也是常常被引用的描写耶稣的经文啊。好，以赛亚书53章的第1节。
到第3节我们先念一下第1节到第3节。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写这个的时候，是在写上帝的仆人。其实他们以色列人把他引申成这是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好像是被藐视的人一样，被藐视的上帝的仆人。可是，在新约里面，保罗还有包括这些的新约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把他带到这人是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包括他说他无家行美容，所以他没有特别帅，他也没有特别高，也没有特别的好看，都没有。他说无家行美容，然后也没有让我们羡慕他，而且人也不尊重他。好，但是他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到第6节，这个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提到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4节到第6节的地方，好，一起念一下，一起念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以赛亚在描写这个上帝的仆人他要受的苦。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只喜欢里面的那一句，有没有？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常常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都会讲这个，但是事实上他在讲的是什么？这个上帝的仆人，他承担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忧患，承担我们的痛苦。他的承担，让我们反而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定要有人去承担罪孽，才能够让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承担人的罪孽，然后让他被上帝击打苦待，好像他已经去代替我们承受这些苦，然后上帝的祝福就反而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第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好，所以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在这个约旦河边施洗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来，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最清楚，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只羔羊是要承担所有人的罪孽，所以祭司杀这只羊的时候，要为他按手，然后把所有的人的罪孽都归到这个羊的身上。然后杀掉这只羊之后，代表这个羊已经代替我们受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被罪捆绑。所以这个就是那只羊的功用。为什么我们会说上帝的羔羊？所以不管是在华人或者是在各个民族里面，很多人都会把羊当作是一个赎罪的一个牲畜或者是一个记号。所以我常常讲说，华人的字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把上帝给予的一个意义，把它放在里面。羊放在我的头上，我才能够成为义人。这个是华人的字里面，或者是羊要很大只才是美的。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华人是农业社会，可是你看华人的文字里面还是以羊作为它的一个好像赎罪或者是一个被认为是好的一个状态。当这只羔羊承担世人的罪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才能够成为义人。所以第7节到第9节就是在讲这只羊羔。他说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晓得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一个默默为我们承担罪孽的这个基督，然后我们居然不知道是他为我们承担，可是我们还不尊重他，而且甚至是轻看他的，所以他好像被人家轻视跟藐视，没有人去看重他。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代替赎罪的羔羊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包括能够跟上帝亲近，这个都是这个基督救赎的功劳。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个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重要的角色？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在讲的，不是今天你成为一个好人，而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其实这才是我们人的真正的状态。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其他的部分就请大家自行来看了，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的内容相当的多，甚至到66章这里面包括预言耶稣基督的这个来临还有包括信主之人怎么样得到祝福，这些都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这个下次就从耶利米开始，所以下次应该就会把这个先知书大先知书给上完所以请大家如果时间上许可的话，就从耶利米，然后一直看到但以理好，可以吗？有没有问题？所以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使人疲倦，这是大家很疲倦的。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的，总归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总是要敬畏耶和华。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学习什么样的榜样。人生很多事情很快就过去，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更多认识圣经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晓得你对我们人生的旨意跟美好的带领。谢谢你恩待我们，为我们今天的上课献上感恩，让我们进入到先知书里面，也透过先知给我们提醒，叫我们真知道应当怎样在世上的生活按照你的话语而行，带领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恩典跟旨意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同学都能够十分的蒙恩。我们不单是在课堂上吸收，也把上帝的话能够活在生活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